伫咧新北市新增的国家电影视听文化中心，12月17特别开幕咯。内面的电影院的设备是特别讲究，对70中昼开始开放民众会当上网络登记，伫咧正式开放进前就会当免费入去体验。加入电影院左右两边天棚顶都有真侪音响设备，这是国家视听文化中心伫新增新设置的电影院。这个电影院的音效设计顾问是音效大师杜笃之，会使提供丰富的音效体验。电影院它最主要就是还原当时录音室录制的东西，就是预期观众应该要听到这样子的效果，但是很多电影院其实做不到。国影中心表示，希望金马奖等国家级的奖项，会使把这当作评审的所在，提供上好的评审环境。70开始嘛开放民众线顶预约，透过中心安排的放映活动免费体验。走过1980年代那种残缺的、听不见的、恶劣的一个观影环境，想讲的话，充分在这个环境中讲出来，其实是一个国家规格的影厅应该提供的基本服务。杜笃之表示，国内嘛有别的电影院采用同款的设置标准，但是常常因为欠缺保养、调整等等，落尾的效果就走进去。未来这个电影院的效果维持，嘛是一项真大的挑战。记者郭冠良随新北报道。